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5月25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这阵啊，上届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台南市警消加级的问题。因为部分党派议员甲市长候选人，拢希望市府会当正面回应。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趁着前往5分局的时机，正式公布好消息：警消加级将会编入108年的预算。估计将有5000位的警消受益。自高雄代理市长宣布，将会予高雄的警消繁重加级，嘛予台南变做6都位无警消加级的，所以无分党派的议员甲市长候选人，拢希望台南市政府会使跟进，但是一直无愿意正面回应的台南市政府，嘛伫25号上午，市长嘛利用前往第5分局视察的机会，正式宣布将会把繁重加级列入108年的预算当中。对警消同仁的福利还有执勤的安全一直都非常的重视啊。那各界原来期待说是不是能够在108年度把预算编足啊？我们原来的计划是在大概6月底108年度的预算都已经各单位都提报出来，那么确认那个额度可以容纳进去的时候，我们再来正式对外宣布啊。那因为最近各界包括各党团各界都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建议跟期待，那大家也在迫切的在有等待答案的这个焦虑感，好，所以我们想说，那就是也减少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提早的把我们内部评估的结果先提前的宣布，那就不要等到108年预算筹编完成定案再来宣布。这届加薪大约有5000位警消受惠，总预算大概5亿。市府嘛以不举债对别个预算中调整为目标，希望提供台南的警消该有的待遇。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提升台南市整体道路品质，市府工务局向中央争取前瞻计划将近3亿的补助款，上午送议会审议。不过，究竟市府是安怎选择道路施作的优先顺序，就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上午市府各单位针对中央补助地方需要配合店付款的提案送议会审议，其中内政部协定咱台南要提升道路建设前瞻计划，就有2亿9000多万。不过到底市府要如何选择优先顺序，嘛成为议员关心的焦点。希望真正为道路品质来把关。同学路，包括东门路的东门2段都规得非常厉害。我只纳闷的意思，我那想讲哦，这是头刚减料啦。当然都是管线单位的关系的啊，所以现在管线单位的关系，所以现在大概就是说材料有改变吼，较早是用刷。现在改变了吗？现在都是用迄低强度的混凝土，就讲伊用硬吼，伊就较袂含落。无啦，我是咧建议讲哦，既然哦是中央当不用争取经费，搁咱地方的配合款啦，嘛袂当浪费公帑啦。哦，你搁定来一届，是毋是嘛搁浪费钱？啊嘛造成市民啊不方便啦。所以针对这个道路这方面哦，我希望咱贵局吼，咱公务局这边要严重的哦把关一下啦。南区的道路嘛，足侪拢足歹啊，拢残破不堪啦呢。南区人哦，其实哦，他袂讲拢足厚道诶，啊，对这争取这吼，好像敢若是市府若重视较有做，啊若无重视就无做。我们希望啦吼，有一些道路真的要去做好好改善。虽然干是提升道路品质，不过其中嘛包括有交通局所负责道路安宁规划设计预算，对此嘛引起议员关心，其中安平等3大示范点要求具体落实。交通临近区已经在执行了，那这笔要做什么？就是进去以后呢，就不能按喇叭，那时速呢也会做限制。嘿，所以这个规划要花了多少钱呢？花200万哦。对，200万那边没有很多啦，嘿。那我们就是说有，只要叫行车的人不按喇叭，就要花200万做规划。没有，那个是要有一些规划了，就是说那个要做一些。预算还没过，你已经在执行了。是的，我是说我们先期已经有。你先期花了多少钱？对，做这个规划。双城就是安平地区，还有那个。赤坎楼附近还有那个成大有3个地区。局长是安平，除了临近
交通的规划以外，重点是例假日的塞车，你到底怎么样规划？你到底怎么样解决这种塞车的状况？有了，我们尽力在处理了。针对这个就是区域的选择啦，你道路尾的提升啦，那请问你有一个第6条，选址以后，你应做好民众的沟通，表示讲你事先有针对这几条路，你有去选择嘛？啊，这么你是针对哪几条路选择的？我哪几条路？啊？你安尼那个地方在哪里啦？对啊，即摆就是讲即个规划，阮有头拄仔甲迄个蔡英文报告，迄是阮有先做3个所在做一个示范啦。啊，即摆就这笔月了了，阮会做一个整体规划。啊，若看倒会较适合，我可以参考其他的案例，看安怎做较好。啊，找民众来做沟通，啊，互大家有一个共识。另外，会中这安平区南区的议员嘛，对着花边路的施工期乐长，已经造成民怨甲店家反弹，向市府申请。对此，干部局长明确表示，到7月就完成。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上午伫议事厅出现议员甲官员，每一人拢有一杯手摇饮料画面。其实这毋是大家喙打叫饮料，理事议员蔡玉辉伫个日前讲，民政局长陈宗彦5月底就要去中央服务来甲大家小书，若无就要请啉饮料，结果伊跋输，今仔日就请300杯珍珠奶茶。第二回定期大会第3读会当中，议员甲官员的座位顶面，意外出现人手一杯手摇饮料。经过询问，议会工作人员才知影，原来是议员蔡玉辉日前以民政局长陈宗彦5月底将到中央一事来公开小书，若无就要请饮料。结果陈局长的职务真正也未变动，所以需要请300杯珍珠奶茶。因为应该。那民政局长在议会执行的时候，跟张世贤在行打说有一些火花了哈，那就网络在探讨说啊，陈宗彦可能无偌久要去台北啊，那有人说不会，我讲一定会去，因为赖清德旁边应该要有他的左右手，无可能讲这个期了，伊无去中央甲斗我手吼，那我就跟网友说，如果我输，我愿赌服输，300杯珍珠奶茶了吼，那因为我问了我们的。市政府人事处处长，一共中央没有来询问，要调陈宗彦，所以这个已经定案，在5月底以前，陈宗彦不会到北部履新了哈，所以我就履行承诺，现在大家啉珍珠奶茶哈，是这样，大概就。虽然议员跋输这局，唔过强调，但中间去中央是早暗的代志，因为赖清德一定需要一寡亲信来协助伊处理细节。特别是现在中央执政民调直落，所以认为后一个上北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但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上午邀请前台南市长张灿宏以及侪民进党的议员，组织伫火车站头前广场召开2020年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记者会。希望寻求民众的认同甲联署，互咱的国家会当用台湾这个名字参加东京奥运。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由民进党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发起，侪民进党议员拢前来相挺，就是要甲台湾人民徛做伙，向国际社会提出台湾就是台湾，毋是中华台北的理念甲坚持。这个咧推动在公道成立了52个 NGO， 大家共同合作为这个目标来拼。希望在政治人物，我哋种种合作。咱即摆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啊，第二阶段还有29万的人数啦。所以对于阮无资源的 NGO， 实是足大工事，所以有需要这个公职人员。大家做伙协力来甲拼，做伙来拼，来冲破咱的记录。尤其是，所以我希望这公职大家协力来推动第2阶段人数。我想为台南来积极响应有一个重要性。是安怎讲这甲选举无关系呢？我想遮侪人毋是讲今仔记者会开煞，大家屁股拍拍就准煞。这是要继续推动的，所以我嘛甲这个老市长报告，
阮会积极来设点，会积极伫个人济的所在，像咱台南车头，或者是即个其他的所在吼，即个假日的百货公司来上，咱会积极来设点来拜托咱的市民，来甲咱的市民来说明、来响应、做阵来参加即个联署。由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甲前台南市长张灿宏亲身示范率先签署2020东京奥运台湾正名行动。未来也将会伫咧火车站、夜市等等人潮较侪所在设立单位，也欢迎大家做伙来联署。台南新闻网自豪采访报道。日前有意参选台南市长的柯忠信，伫媒体采访的时阵表示，民进党曾经用立阁或者是副市长来换取伊卖参选，这互国民党的市长参选人郭书甫甲侪国民党的议员，25号的中昼特别召开记者会来表达不满，同时认为总统蔡英文甲民进党参选人黄伟哲有涉嫌违反选罢法，应该爱出来讲互清楚，并且表示不排除采取法律的行动。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郭书甫25号上午甲侪国民党籍议员召开记者会，指控蔡英文总统甲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涉嫌违反选罢法，用日价或者是副市长等职务甲柯忠信教授讲话条件，希望伊唔通参选台南市长。我们认为，根据许忠信教授他接受媒体访问的一个说法，我们认为蔡英文总统、黄伟哲委员还有某选对会高层涉及违反选罢法97条，也就是所谓一般讲的搓圆宰汤条款，涉嫌用特定的内阁职位或者台南市的副市长来交换许忠信教授不参选。好，那我们认为这个事证非常的明确，人时地都有，所以我们会采取后续的法律上的作为，请他们在司法程序里面要说清楚。郭书甫嘛质疑黄伟哲以前国会办公室主任詹佩珠被黄国昌爆料是大创的门神，认为黄伟哲嘛解说清楚。对黄伟哲委员，我们要提出的一个质疑是，有一个食品公司叫大创食品，它已经被经济部废止了进出口的相关许可，但是仍然被发现它从日本进口核灾食品。那今天这个消息透过黄国昌立委的脸书透露出来说，他已经拿到相关的录音档。这个录音档证实里面有一位在帮大创瞧事情的人被人家录到音，这个被录到音的人被认为是黄伟哲委员的办公室主任曾碧珠女士，也就是之前曾经被周刊爆料说她去帮人家取得一个大陆的一个证件，结果后来被发现是伪造，而且诈骗3000万，所以他后来就被黄伟哲从立法院办公室把他开除。那今天大创这件事情，录音带的主角又被认为是这个曾碧珠，所以黄伟哲委员，你身边为什么老是这种帮人家瞧事情的人？不要郭书甫表示，将会对着违反选罢法这件代志提出告诉，要求黄伟哲爱在法律面前解说清楚。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现在看见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第六湖南广播电视台来台湾进行为期6天的参访行程，上午来到上主村有线电视公司，双方针对数位化以后的经营、甲频道的内容互相交流。来自第六湖南广播电视台各频道负责人，上午一家人来到上主村有线电视公司参访，伫遐里登景村的热情招待，双方除了先翕相留念，嘛前往掠片参观艺体环境，互相观摩。因为该广播电视台虽然已经是亚洲电视品牌排名第2，不过同款有有线电视系统面临数位化以后的经营困境。所以透过彼此的交流，还是经验。咱湖南卫视来到咱台南吼，主要就是要了解咱地方有线电视系统吼过去这几冬的变化。因为目前大家拄着网络电视的冲击嘛，坦白讲，咱拄会着，伊嘛拄会着。啊，大家来互相了解一下，看研究看有啥物办法，会当互咱的观众吼收到较好的节目，啊，用上俗的介绍，这是大家拢在努力追求的。对方也是媒体参访团上午除了参访有线电视，接续嘛将参观在地报社甲第一线工作者进行座谈。因为期6天来台湾的交流行程，第一站就选择来台南府城，嘛显示对台南文化高度兴趣。第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中英中学设计群2年级将要举办成果展，今年的主题是寻宝记。将要利用寻宝的方式，让大家做伙来发现台湾的美好，同时利用所学的知识甲技能，加上团队之间的讨论甲合作，创造出一件一件美好的作品。中英中学设计群寻宝记成果展分做3个部分，其中上界重要的就是这届主题寻宝记。当初要定这个主题，学生会当讲开了未少的心思。最困难的一点应该是我们一开始在选择要用什么风格去做呈现的时候，有经历过一些时间的磨合。那后来我们希望可以用地区的一些有标志性的建筑物，然后去告诉大家说，就是台湾这片宝岛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另外，设计科也有侪作品，亲像是刚刚好这个趣味的发想，就运用了绘本的元素，结合日常生活，拢会去用到的乐理。我们是美工科的学生，这次的专题成果展是运用1年级到现在所学的各种表现技法及电脑绘制的技能下去完成的。我们的主题是小人在制作果干的过程，是明年的月历。广设科也运用到因这2档所学到的，设计了侪趣味的小物件，互到中英中学学习变作是一种丰富又个趣味的过程。大家好，我们是广设科的上放学。在这次的专题展当中呢，我们运用在广设科里所学的包装设计、平面设计、创意潜能开发等等的相关课程，融入到我们这次的专题当中。而我们上放学的理念是将平常无趣又平凡的校园生活，因着我们的产品能够带一点快乐的元素在里头。另外，符合着时代趋势多媒体科上界厉害，就是动画制作以及微电影翕甲展。这个因也结合了侪元素，展现出无同款的作品。学的就是像是有修图啊，电脑绘图或是后置特效这些东西。然后像是我们这次主题就是要做出动画或是微电影嘛，然后有些组别就是像是有带到剑师啊、做16岁啊、原住民或是在地美食这些主题。这届中英中学设计群的学生，拢开了非常多心思去发想、去创作，也让老师感觉辛苦教导以后，这个学生所呈现的成果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个台南，在这个台湾宝岛里面所生活过的经历，来做成他们的创意。那我们借由1年级所学的，在我们2年级去举办这一个展览活动，来呈现出一个学生发挥的舞台。那我们群科分了广设科、多媒科跟美工科。广设科主要是以平面还有以包装设计为主轴，多媒科是以我们的影片还有微电影的部分作为发挥的创意。好，我这边主要是美工科。那美工科这次主要展现的展览的题目呢，除了针对台湾在地文化的符合我们主题之外，那我们还有很多立体的作品。那立体的作品都是学生亲自动手去打造出来的，然后非常具有创意。5月26，等你来寻宝，耶！
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好天，有时侪份的天气，温度29度到32度，高高气路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加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5月25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